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甜筒的时间了哟。我和咱的好朋友插音。今日我带大家人做位运动，叫曲线雕塑。曲线雕塑可以训练人的肌力，增加身体的肌肉量。那么因为冇运动还是退化，造成肌肉流失掉。还有我哋练的地方都会伫都市、野外、室外都太路边，可以帮我的身材越练越强哦。大家人准备好冇？听到来向下做吧。一开始我哋先来做暖身，要做暖身嘅身体热起来，做头做那么较安全哦哈。来，两只脚打开来，天天的鼓下去，再天天的上来，盘起下，收起手，盘起下，收起手。但係數都順太路邊下去都好嘅，不用強上來，都需要記得豎起來哦，哈，都需要記得豎起來，要個衝腰哦，盤起下，收起手，更加就把右腳挺起來，揾左腳挺起來，天天嘅鼓都好嘅，冇關鍵哦，盤起，收起，個好對安尼。慢慢的走，按在量诶，提慢一个，更加的量只脚再打开一些，左手送去右边，每摆送出去的时间都会喷气，还要记得用力的时间喷气。不用送的时间，係收氣，哋送出去，看用力，嗰就係盤氣。佢好，再試3、2、1，準備完片咯，盤氣。數盡量綁上來啊！哈，咁樣我哋再做試都好嘅哦。3、2，聽埋一個，過到中間，收起上來，盤起下。再把手一上來，盤起下來，天天的先起過來。哋暖身做得嚟，就對我做做運動，底下就要坐喺天嚟康，就要坐喺貼嘅康嚟做動作嘅喲。我哋先坐下來，手啲後背長短，唔嘅手要按呢，唔可以向落背，你腳手指頭唔可以向落背，可以向前面。七條打直，向順方。我記得七條係向順方，唔係向頭前。好，七條唔可以對到前面，然後盡量交叉。七條係向到順方去哈。手兩隻手啲後背長對，手指頭要向前面哦，身體要轉過來，唔可以按嚟順嘅腳嘅方向，唔可以哦哈。身體要轉過來。第一下就對上面嘅腳，右腳。壓起來，壓起來。有看到我壓腳嘅時間，我腳細腳比太路比係平嘅嘛，冇安尼，我冇安尼壓腳哦。我安尼壓腳練得係練奶，練太路比前面一片，我冇，我練奶，我練太路比外側，野外、室外太路比全部都係外側一片一幾個地方，我練得係一個地方。嗰時候，壓起來嘅時間。叫佢平平壓起來，係都係安尼，平平壓起來。好，盡量斷嘅七條壓下來，斷嘅腳跟地方壓起來，七條壓下來，都係平嘅。有看到嘛？有看到嘅話就開始做啊哈，來準備哦，來開始嘅哦，上來盤起，下去收起。可以嘅話，盡量壓過來，壓過嘅時間我剛講嘅野味，順軟。
你感觉切卡紧凑，有感觉怪好嘛？加油啊哈！上到安尼都会紧做哦哈，都唔好行顺样的哦哈。喷气，吸气，喷气，吸气，强用压起来，较顺样，压起来去出力。嗰时我哋压起来的时间都系喷气，吸气，喷气。所以，唔係數差唔多嘅時間，唔可以聳肩，唔可以安尼哦。唔係數撐起來，頸條要壓下去哦。再4個、3個、2個，一個停下下，7條再壓下去，第二個都停下下，不用下來，婆婆㗎，家家婆婆㗎。哋要做右片，當然都要做左片啊，錯嘛？兩片啊會平衡哦，哈！唔會兩隻腳冇用哦，哈！會太細記哦。再講一遍哦，7條要向順後，唔可以向頭前，哈！身體要轉過來，頸條壓下去，舒暢下來。準備好嘛？我哋左腳壓起來，不用下去。未辦壓起來嘅時間，唔都係對自家講，我喺7條要壓下去。7條要壓下去，安尼個腳嘅角度都會平平。嘿，壓個不用下來，噴氣，吸氣，噴氣，吸氣，還有哦，加油哦！再來，原來一下個順陽啊啲，因為有咩停頓做，個上有咩點個順陽啊？加油！要注意，這個腳要平平冇哈，安尼練嘅地方那會錯個。再4個都好，3個、2個，一個停下下，來我哋7條壓下去，有看到冇？我要壓下去哦。不用強上來，婆婆㗎。接着我哋來練。肚絲嘅呢地方好嚟練肚絲嘅，更加就面下來，就面下來哦。先講動作錯嘅地方要做，就講唔得下肚絲冇你做唔到嘅話，就再用另外一個方法做哈。用技術啲後背，面擺面下來都有 V 嘅時間，唔係說唔可以變到天嚟好。唔好變到天嚟好，我哋數壓起來，第一下我哋天天嚟數，慢慢嚟同我身體建起來，坐正來，放上去，再天天嚟下去，變下去，數唔可以同到天嚟，再可以擺天天嚟建起來，用肚絲嘅力，放上去，再天天嚟下去。也係通做，喺肚絲較有力的人都嚟做，肚絲較冇力的人要做啊，咩可以做啊？腳四百萬，腳四百萬，數你要蹲太落邊，等下放起來時間，唔會數用一時數嘅力蹲喺太落邊，你要蹲，按個身體咪強用建起來，坐正來，再慢慢地變下去，鋪背變下去，有看到嗎？你都可以用400數嘅力。建起來，都是較無力的人都可以安尼做哦。嗰時候都可以做，唔係都唔可以做。用唔切格適合唔切格嘅方法去做，準備好嘛就開始哈。嗱，兩技術啲後背，我做嘅係正常嘅動作個嗬。做緊都是較無力的人都做頭到底動作個嗬。數唔可以變到天嚟好，嗱準備哦，我哋慢慢地建起來。有可能我係數冇，我係數。冇用力到，等下做一擺用力唔錯嘅動作本看，更加係做唔錯嘅樣哈。唔係數按你上來，有看到冇？唔做緊按你上來嘅話，唔用到都係數嘅力，都唔係用到肚絲嘅力。嗰時候唔係數都冇出力，數係本嘅肚絲身體帶起來嘅。我記得坐上去唔係向前面，綁上去，再天天嚟鋪背下來，冇。撞到天嚟咯，坐上去，鋪背，變下去，係天天嚟建起來，天天嚟變下去都錯嘅。有得做冇？我哋向下做哦，我哋向下加油啊！哈，不是嚟做我嘅肚絲。
都会平平哦哈，放上去，再下来，改好都安尼，安尼再一摆，加油加油，无关键，唔可能做咁慢啦，有看到冇？都慢慢来做呢，用肚子力天天拔起来哦哈，再一个都好诶，都是啲更准诶，系咪？面下去，好，安尼也通常都做脱的哦哈，更加的身体打直，放起来，好来，两只脚平平。更加，就对个脚压起来，压起来，肩头压下去，有看到吗？开呀，睇落比平平哦。天麦给停一下哈，不用下来，稳片，头多都是用轻度力的，嗰些也通常就做一时时都好。如果我的身体还有180力的人，我哋再训练一下，来压起来，压起来。因为每一个人的力冇一样，有的人会讲哦轻听咪，有的人会讲我还可以再做一些些。嗰时期间我哋再做一些些，对头多都是用的力，再对全部用脱，哈，加油！再4个、3个、2个、1个，好，天天的。不用下来，拉的，天天起起来，起起来，两只脚打开来，我哋收起双，盘一下，收起双，盘一下，数到前面，唔太球诶，上来，慢慢的下，收起双，盘一下，再摆收起双，盘一下。头多动作，他讲你好不好嘛？就对人睇到线上好新的动作嘅哟。一开始我都会来先做暖身哦，有做暖身，大家做运动那会较安全，较冇出伤啊哈。更加的两只脚打开来，7条向落背，天天的鼓下去，再天天的上来，回去下去，上来下去，再摆。背囊要顺侧咯哈，都是要顺起来哦。顺的睇落比下去都可以嘅。更加的鼓的时间，右脚挺起来，往左脚挺起来。有挺脚的睇落比内侧鼓的时间，都会感觉帮到较大。脚用下去都会盘起哦哈，唔可以紧起哦。天天做唔怕，佢好对安尼，再做2个都好嘅啊哈。更加我哋2只脚再打开一些些，左手松去右片，尾摆都要松一些。唔可以送到跌下去，树冇跌下去，树都要绑床绑眼。强用出去的时间要盘起啊哈。来，再做2个，准备稳片，右手送去左片。都是都有舒痕的嘛，要舒痕来哦，唔可以不用松哦哈。再4个哦，3、2、1，不用强松来，我哋手松来收起，盘起，收起。
盆气。等轮身做到鸦片，更加要做主运动的吼，主运动得坐喺贴的方，身体打直来，做事长短，两只脚脚会弯弯。记得等肚子太落边迄平平的，唔免安尼，得中间一片无压角突，吼无有压角突，脚会平平。嘿，有事长腰的，等下得。身体会撑起来，身体会撑起来。唔个树，我记得莫跌下去，我撑起来哦哈。人家准备好嘛，用腰的力对个身体撑起来哦，好准备哦，撑起来。再天天下来，再把撑起来，再天天下来。有看到俺腰会松松去望开，有看到嘛？尽量对俺腰会松过来哦。每摆下落的时间，你个镜头唔可以安尼跌下去，安尼都会变脱的，唔可以。一定要撑下来，再一摆上去盆气，下来缩气，上去盆气，下来缩气，都是要竖起来，莫唔记得。每一个动作都是都会竖起来的，哈。下来缩气。天天来送上去都好诶，冇清出力道，得冇清出力道哈，唔可以安尼哦，冇安尼，等下你个腰会冇松快啊哈，慢慢来都可以诶。镜头要注意，冇一个位松起来哦哈，再一摆，尼天麦个停在上面，停一下下哦，停在上面停一下下，天天来不用下来，准备碗片。两片要向下都要做到，后边有数长短，两只脚平平，有冇我哋脚顿都是全部都平平，撑好来，树木撑暗夜，撑暗夜等我身体会放唔起来，嗰时候树会过来食，你树会切切的，吼唔要斜斜的，做树撑腰的，就比放起来，再下。天天上来，再下来，过后对岸的再一摆哦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哈，冇关键，上去嘛个疏突，再下来咩嘛个疏突，对岸的过后哦，我记得镜头唔可以上肩。好，要记得到，就再试诶，上诶，尽量送上去，两诶，再给停在上面停一下哈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先坐起来，又会婆婆看。你有两片个会个顺眼咯，哈，会个顺眼。头当我哋做顺方，等下就做都市前面哦，做都市前面的哦，哈，更加就面下去嘅。就每一个大字形，有看到嘛？每一个大字形哦，用技术大块块，我叫咩大块块哦？等下就无强数无强脚，可以下哦，我有数就做脚放起来，无强数无强脚，分片咩係做顺度有脚。放起来，无强数无强脚都错嘅。等下就规个人拔起来，拔起来，安尼拔起来，有看到嘛？安尼拔起来，都笑，好，安尼拔起来，就拔起来时间就天来也杂数唔可以安尼放起来，冇放起来，因为要长对个身体，那可以尽量拔起来。也通常我身体放起来，对我脚放起来，越过越好。两个身体对脚合起来，越过越好。嗰时我哋树底顺风，好对按嚟长短，上来陪起，下去缩起，身体放起来的时间，我向斜前面斜当方按嚟放起来。准备好嘛？我哋向下来做嘅哦，我哋先做右手左脚来准备开始。也通做
我有时把忝，都是我有时把酸软，因为也通做系国泰的通做，叫咩纯粹的，身体咩规则拔起来的，嗰时候也要用到都是轻度的力。就讲真的拔唔起来，唔怕，啊等你带带，哈，等你带带。安尼都是没有得出的咯，唔免磨哦，安尼都是没有哦，吼，嗰种唔免可以安尼做，啊，做个可以的话，就都尽量拔起来。你再试诶，加油哦！3个，2个。一个啊，不用扛上来，大字型，不用一下，不用扛上来，安尼个爽快有冇个舒服哦哈？调太起一下，啊，得准备下一个动作嘅哦，大家你休息好嘛？可以哈，来，得变身，扑顿，扑到，得调背好嘅哦哈，扑顿，数顿脚。存出来，吼，数顿脚都会打开了，顿的肩头强腰法。等下等数身体脚全部会放起来，变安尼。啊，强腰无强数无强脚，无强数无强脚，像球水一样诶，像球水一样诶。你脚无人按过唔怕，啊，唔过都系唔可以安尼，唔可以安尼做。吼，脚要尽量存出，好安尼打水，安尼打水。可以嘛？啊，通常请出来哈，来准备哦。啊，等你身体压起来，右手左脚，开始了哦。手脚伸出，加油哦！可以嘛？搁跳妹妹，搁跳来再歇休息一下，再来做第一遍好嘛？好了，不用好了，休息一下。等下得再做听一遍哦，大家调太起，啊，调太起哦。好了，准备，再把压起来，开始。脚伸出，嘿，对下呢，对下呢做，脚伸出。啊，你再做8的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不用强松了。哇，好听听呢，唱起来。来，开一天来放，不用强松一下哈。好，你再听听呢，放起来。都听听呢要放起来，普拜听听放起来。那得收起上来，盘一下，再把收起上，盘一下，手能太球诶，不用强松。天天上来，天天到后背，沿住昆桥当风，再摆到前面，能太球诶，天天上来到后背。沿住昆桥当风，停一下哈，再把手到前面，南太球的盘起，收起上来，天天的下来，啊来收起上，盘起下，再把收起上来，盘起下。今日他家曲线雕塑做到样诶。在做的时间，有时把甜，是把酸软，错嘛？忍耐一下，明年的做一些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，你的肌肉线条会越来越强哦。挺痛，我们下次见。